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邀请你从座位上站立起来。这个礼拜大家过得怎么样呢？感谢主，真的。邀请你等一下在敬拜的时候啊，我们一起放下我们的心思意念，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用我们的方式来敬拜。你可以站着，你可以跳舞，你可以离开你的座位，都可以。因为我们的敬拜不是在乎形式，我们要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他。阿们吗？邀请大家，我们等一下开口的时候，我们一起大大的然后来赞美我们的神。主啊，我们要透过敬拜成为我们的祷告，透过敬拜我们要来赞美。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主。张天敞开，张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张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张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天上地下，天上地下。主啊，今天我们来到这里，我们就要献上最好的敬拜，
因为主啊，你已经给我们很多很多了。主啊，让我们把我们的爱都交给你。主啊，求你用这首歌来跟我们说话。主啊，我们要献上毫无保留的爱。向亚伯拉罕献上以撒，所有的爱都献给你，所有一切都是你的赏赐，你配得我献上全所有，我全然献上，我全然降服，照你旨意，不照我的，跟随你是我的喜乐。一起来开口，我全然献上，全然献上。这首歌成为我们的祷告。我全然降服，在每一天每个选择，我都说我心尊主伟大。在一起从头来唱的时候，邀请大家我们一起来开口。向亚伯拉罕献上以撒，我生命之爱都献给你，所有一切都是你的赏赐，你配得我献上全所有。就在前头，世界就在后头，我选择耶稣，跟随不回头。世界就在前头，世界就在后头，我选择耶稣，跟随不回头。我全然献上。跟随你是我的
然献上，我全然降服，照你旨意，不照我的，跟随你是我的喜乐。我全然献上，我全然降服，在每一天每个选择，我都说我心存主伟大。世界就在前头，世界就在后头，我选择耶稣，跟随不回头。接下来唱。世界就在前头，世界就在后头，我选择耶稣，跟随不回头。世界就在前头，世界就在后头，我选择耶稣，跟随不回头。是上帝听见我们的祷告，他听见我们的敬拜。主啊，我们要献上我们全然的心，我们要把我们的重担都交给你。主啊，这首歌，接下来这首歌，这是我们的祷告，是我们的呼求。我需要有你在我的生命中。主啊，求你来听见我们的敬拜，求你来听见我们的呼求，我们的祷告。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做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这时候邀请大家一起来为自己做祷告。你相信神是为我们担重担的主吗？你相信吗？我们接下来我要邀请大家，我们一起来开口，将我们的忧虑的、我们焦虑的、我们难过的、担心的都交托在主你的面前，求主亲自的来带领我们，亲自听见我们的敬拜，听见我们的呼求，听见我们的祷告。因为神真的如此如此的爱我们，上帝会听见我们的祷告。我们一起来为我们的重担做祷告，求上帝能够挪走我们的重担，挪去我们的重担，挪去我们的害怕。我们一起来为自己做祷告。将我们的重担都交托去，主啊，你要将我们
行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走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主，求你坚固我心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请坐。我们一起来读雅各书1章19节，我们一起来念：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要明白，你们每一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雅各书1章19节，我们再念一次：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要明白，你们每一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雅各书1章19节。好，我们这时候要邀请我们的牧师来为我们证道。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在周末的晚上，或者是明天主日的早上，都来到教会。我常会觉得说，我们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都在学习如何来把握那最上好的福分，就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我记得有一次教会邀请中华福音神学院的教授吴宪章牧师来到教会的时候，他给弟兄姐妹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仰的意念。他告诉我们说，那看不见的会影响到那看得见的。那吴宪章牧师的意思是说，其实当我们不断建造那看不见的生命的根基的时候，其实就会影响到我们的生命的那看得见的样式。所以愿神帮助我们，透过每一次来到主的面前，我们都能够透过上帝的话，一同来建造那看不见的生命的根基，好让我们那看得见的生命活出神他自己的荣美。今天的晚上，我们要一起来思想，一把打开心灵的钥匙，学习倾听的功课跟操练。有一则遇到故事，他这样用拟人法的方式来表达这个故事的内容。他提到说，有一扇很厚重的木门，它的拴上了一个非常坚固的大锁。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有一只像手臂粗的那么的一个大的一个铁杆，为了把这个门给打开，他就不断的来敲打这个门板。然后呢，他费了9牛2虎之力呢，
就不能够把这个门给这个开启。但是后来出现一把很细又很扁的钥匙，然后他用很瘦小的身子，一下子就迅速的就这个钻进了这个锁的孔里面，然后呢，轻轻的一转，就锁头就啪的一声，然后呢就打开了。然后这个铁杆呢就很不可思议的问这一个很细小的这一个锁，他就问他说：为什么我花了那么大的力气都没有果效，而你却可以轻易的就把它打开？那这个钥匙就说：其实你没有了解门的心啊。好，那我觉得这个遇到故事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故事。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人的心好像有时候也像上了锁的门一样。那即使在粗的这个铁杆，那也不容易把它给开启。但是我们却也发现到说，在人跟人的关系当中，当我们很真诚的彼此关怀、彼此的这个沟通，我们就能成为那一个细细的钥匙，然后呢就开启人的心灵，然后也能够得到对方很恰当、很温暖的一个回应。所以我们就发现到我们人跟人之间沟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然后我们也发现，在沟通的当中，我们可以交换彼此的讯息，然后可以互相的了解，而且建立信任的一种关系。那有专家在研究说，在沟通的过程的当中，它的比例的分配到底是怎样？那有1/10的这个研究结果是说，人际关系的沟通有1/10是透过口中的言语来表达，就好像说我们的说话，占了1/10。但是呢，有3/10是借着声音的语调，就是说这个高低起伏的这个音调，然后呢来彼此了解跟沟通。但是我们会看到有一个有6/10，也就是占了60%的是，它是用肢体的语言去表达。所以我们如果从这个比例来看的话，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们不仅是用耳朵要去听，用眼睛去观察，还要用心灵去体会跟感受。那当我们在谈到沟通的时候，我相信我们都知道说，其实很要紧的是，沟通的目的就是很清楚的传递讯息给对方。可是我们也知道，沟通包含着这个语言的沟通，或者是非语言的沟通的方式。那在非语言的沟通的方式当中，我们就深深的发现，学习倾听，而且设身处地的去为对方着想，是人跟人之间能够建立关系非常重要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所以我们可以从许多的角度来探讨这个倾听的重要性。例如说，有一个作家，他也是一个演说家，叫 Tracy， 然后他就曾经讲说，倾听建立起信任。他说这是一切永续关系的基础。我们看到他说，倾听就会建立起信任，然后这是一切永续关系的基础。然后宾州大学的有一个精神科医师，也是教授，伯恩斯，他就说，当你试着说服别人，却一开口就先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觉，他说你就犯了最大的错误。他说，多数人真正需要的是被倾听、尊重跟了解。所以他说，当他们知道被理解的那一刻，就受到了鼓励，就愿意进一步了解你的观点了。我们看到卡内基也曾经讲过类似这样的话，他说，如果你不赞同他，你可能会打断他的谈话，不过最好还是不要这样做，因为当一个人还没有一吐为快的时候，多半也不会注意你的话题，而不耐心倾听，真诚的鼓励他们淋漓尽致的表达他们的想法。我们看到不管是卡内基，不管是 Tracy 或者是伯恩斯，我们都会看到说，其实他都把倾听的重要性用在不管是从在他们的不同的领域的专业里面来表达的出来。可是当我们知道在看今天晚上的圣经的时候，其实圣经早就告诉我们，倾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习。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这个是和合本的圣经。那现在中文译本圣经把它翻译为，他说每一个人都应该随时聆听别人的意见，不急于发言，更不要轻易的发怒。我们看到这是现在中文译本的翻译，
把它翻译得更加的贴近让我更能够理解。那还有一段经文，它在箴言第18章的第13节，和合本的圣经这样说：未曾听完先回答的，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还没有先听完就回答的，就是他的愚昧跟羞辱。那现在中文又把它翻译为不先倾听就抢着回答，就是愚蠢跟羞辱。哇，那我们就看到说雅各也好，或者箴言的作者也好，他就把那个倾听的重要性很清楚的来告诉我们。我们看到这2段经文的当中，都在告诉我们，人跟人的关系上，其实倾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都渴望自己能够被倾听，然后呢，我们也透过倾听，能够来跟人建立一个正面的关系。所以我们常常说，真的是倾听是一把打开心灵的一把钥匙。那雅各特别提到快快的听。那很多时候我们在讲到快快听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就赶快听对方在讲什么。可是弟兄姐妹有发现到说，这个希腊文快快的意思，它不仅是讲到说我们要赶快的听，其实这里的快快的意思是在讲到不要漏掉。如果讲到不要漏掉的话，或许我们会更进一步的去思考说，的确很多时候我们因为没有快快的听，以致我们就会漏掉对方所要传达的讯息。所以雅各提醒我们说，我们要在听每件事情的时候，不要漏掉了它的重点。那雅各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雅各深深的知道说，听是不是我们人的本性？因为人都习惯快快的讲，然后呢，有时候不太容易去倾听别人的一个感受或者是说话。所以耐心的倾听是沟通的很重要的关键。那如果有不当的反应的话，就会让那个事情变得更加的复杂。所以就好像我们刚刚提到箴言第18章的13节那里所说，未曾听完先回答的，便是他的愚昧跟羞辱。那一般人认为说，其实讲到沟通的重点有时候我们常会觉得说，就是要把自己的想法跟对方讲清楚。那我们觉得说这就是沟通。但是卡内基他说，最有说服力的是什么呢？他说，一个最有说服力的人，就是善于倾听的人。那我们看到，这是他在他的这个实务的经验的当中，他一个很深的体会。最有说服力的人，就是善于倾听的人。我们如果再回到今天的经文雅各书的话，我们发现到说，雅各他在讲这个听说跟生气的时候，是有不同的层次跟他的优先顺序。我们先看到的是雅各他把倾听放在这个沟通过程当中的首位，然后呢把说放在第2个位置，然后第3个最后他把负面的情绪就是怒气放在最后面。那我们就发现雅各在讲述这段经文的时候，雅各为什么会把倾听放在这个沟通过程当中的首位呢？那其实这对于我们人跟人之间的沟通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很多时候在沟通的过程当中，纵使我们不太同意对方的观点或者是说话，可是当我们能够透过听的方式，就把我们对于对方的一种尊重，很真实的来表达出来。那我们有真实的尊重，那对沟通的这个双方的沟通的气氛就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然后雅各告诉我们说，快快的听，慢慢的说。那雅各把这个说放在第2个这个次序当中。那其实他还在提醒我们说，在沟通的时候，不要太早下结论，不要在别人说话的时候急着想要来发言，或者是打岔，或者是说对方可能讲事情已经偏离了这个事实的时候，雅各在提醒我们说，我们都需要有足够的时间让对方说完，不要急着为自己辩护，或者是想要去纠正这个对方。然后雅各最后才讲到，我们要去处理我们情绪的这个问题。雅各告诉我们说，不要轻易的发怒，因为怒气会怎样呢？怒气会很容易就产生的论断，怒气就很容易
让人失去判断的一种能力。圣经告诉我们说，人的怒气不能够成就上帝的义啊，也就是说，人的怒气不能够成就上帝看为对的这一个事情。所以雅各很特别的是，把听说怒气做了这样的一个不同次序的一个安排。我们都知道有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敬重的一个信仰的长辈，就是尼拓生这个信仰的长辈。然后他写了很多的书，很多信仰的书籍。那其中他写的一本书叫做《主工人的性格》这本书里面，他就谈到这个倾听的这个面向。他说这个倾听有3个层次。好，那第一个是要听懂别人讲出来的话。那第2个层次是说听懂别人没有讲出来的。第3个要听懂人邻里的话。我们看到尼拓生这位信仰的前辈是一位非常有智慧的前辈，他告诉我们要听懂别人讲的话，要听懂听懂人没有讲出来的，更深一层的是要听懂人他里面邻里的话。可是我们如果按照尼拓生这位信仰的前辈的一种教导或分享的话，我们都会觉得说，哇，这个听话好困难哦。听懂他讲出来的话就已经很不容易的，还要听懂他没有讲出来的，还要听到他里头的那一个话的意思。我们就会发现到说，的确是真的好困难。所以我们常常才会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人跟人之间常常会听到类似这样的一个说话，说你从来都没有听我说。很多时候我们才会听到说，你从来没有听懂我的意思，或者是说你就是没有听见我所要表达的这个意思啊。我们看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有类似这样的话的产生。所以我们就深深的发现原来倾听是需要学习，倾听也是需要彼此的操练。我们常常说，倾听不只是听到声音，而且要听到什么？他的心跳。我们倾听不只是听到说了些什么，还要听到他背后的这个动机。我们说倾听不只是收到了对方的讯息，而且还要听到对方的弦外之音。我们知道倾听又不只是听懂意思，还要确认感受。倾听不只是一种了解，更看到的是要去回应对方知道。所以这是我们就会看到说，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一个学习跟操练。那我们常常会发现到讲话的人跟听话人之所以会两个就会有造成那种沟通上的困难，我们就发现到说，其实因为说话的人跟听的人常常是因为2个独特的个体，彼此之间常常存在了很多的差异，例如说个性上的差异思考的差异，逻辑的差异，或者是表达的差异，然后再加上人跟人之间所处的一个处境、心境、心情、感受有很大不同的时候，我们常常就会觉得说，有一种风马牛不相及的一种感觉。然后很多时候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们常常也会碰到因为言不由衷，或者是词不达意，或者是欲言又止的情况，就会造成怎样？造成这个讯息产生不良的一种状况，然后呢，让听的人感到疑惑，然后呢理不清楚然后也猜不透，然后就造成冲突跟误会的产生。我相信在我们生活当中常常会有以下的类似的经验，例如说有人比如说我们在一个聚会的时候，或者是说我们去这种情境，他会问我们说，请问你吃饭了没？那很多时候我们对方可能是有事要跟我们讲，那他先问我们说我们吃饭了没？可是我们常常会觉得拍谁？他说吃饱了哦。那结果呢，对方就一直讲1-2个小时我们会不会疯掉？有时候会对不对？因为我没有很正确的完整的告诉对方信息，说我真的还没有吃饭。如果你真的要讲的话，请你先让我吃饭一下我们常常会别人问我们说你吃饭了没有？然后呢，我们常会说我们吃饱。有时候当牧师的也会这样子会有人说，牧师你有没有空？可以没关系。结果事实上，等一下还有很多事情要去处理结果一讲1-2个小时，哇，
就会发现到，可能后面的信就delay 到了哦。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说，你生气吗？哦，我刚刚讲那句话，你有生气吗？那其实已经气到快要爆炸了，可是我们还要保持很优雅的跟说，我没有生气，还好，我可以接受啊。可是当我们传递这个不完整的讯息的时候，就会让听的人产生的误解，以致冲突就会更加的产生。所以卡内基训练中心他们曾经做了一个统计，他说有多少的人是不及格的倾听者？我们看到他的数据会觉得吓一跳，他说70%人都是不及格的倾听者。那我们就可以发现到说，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去在信仰上去看待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那我要举一个例子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大家都知道，在《使徒行传》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在宣教，在撒玛利亚那个地方宣教的一个很成功的一个例子。他讲到这个腓利，腓利他在撒玛利亚那个地方，哇，宣教的非常的棒。我读完圣经，大家就可以知道说，哇，他的宣教多么让人感到兴奋。在第8章的第5节到第8节，他说，腓利下到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利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的听从他的话。因为有许多人被污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然后呢，更不了的是什么呢？我们看到那里说，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哇，我们如果听到这段腓利在撒玛利亚的宣教是那么的成功的时候，我们或许会感到非常的兴奋，非常的棒。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却看到的是，腓利在撒玛利亚有很成功的宣教的时候，他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在第8章的26节到40节那个地方记载，有主的使者就跟他说了一段话。他跟他说：“腓利，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迦萨的路上去。”腓利可能会觉得说：“哇，这个神要他转个地方道去宣教。”可是没有想到那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他说那路是旷野。我们会觉得很奇怪啊，这个主要我去旷野那个地方做什么呢？然后呢，果然在那个地方，圣经告诉我们说，在那一个路上，他就碰到了谁？碰到埃提阿伯的太监。那实际上他是一个官。然后呢，接着我们就会看到，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有了另外一个发展。那个另外一个发展，他在告诉我们。有了另外一种福音的事工，有了不一样的一个传福音的一种模式。我们现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会说我们要认罪，然后呢，我们要面对上帝的审判，然后呢，我们要悔改，或者是我们常常会说，我们信主就有平安，就有喜乐。我们常常在传福音的时候，会有类似这些信仰的用词就会在我们的这个聚会或分享的当中。但是我们看到的是，在腓利的那个时代，没有福音的小册子，也没有单张，或者是像现在的视律、福音桥，或者是满福宝都没有，对不对？我们看到那时候腓利没有这些的传福音的工具，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看到腓利有一个很特别的特质，就是腓利是一个非常懂得倾听，而且是善于发问的人。我们可以想象一个画面。就在那个迦萨的路上，旷野的地方，然后呢，这个埃提阿伯太监坐着这个马车，那马车咯咯咯咯咯的声音，对不对？那旷野一定是很多的沙或者是石子，很多很嘈杂的一个声音。很多时候我们在那个环境里面，我们可能都听不懂到底旁边人在讲什么。可是圣经告诉我们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是，他听见了埃提阿伯太监他在读这个念以赛亚书啊。我们看到的是，他用耳朵去听见这个埃提阿伯的太监所讲的话，所以我们会看到，他清楚的听到这个埃提阿伯的太监，他是在念以赛亚书，然后呢，他就问了他一句话，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我们如果从这个经文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腓利他有一颗非常敏锐的心灵，那还有一个什么呢？我们看到他有一对尊重跟忍耐，而且愿意
聆听别人生命的耳朵，他有一对尊重和忍耐，便愿意去聆听别人生命的耳朵。我们看到，也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特质，所以他找着了那个福音的切入点。然后呢，他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这个太监就说：“没有人指教我，怎么能够明白呢？”就在那个对话当中，腓力就适时的解答了这个埃提阿伯太监的疑惑，然后后来就为他施了洗。所以我们就发现到说，在腓力的服事的当中，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就是在人跟人的关系的当中，从腓力的身上让我们看到，我们在人跟人关系的里面，应该再多走近一点点，再多聆听一点点，再多仔细、很有耐心的敏锐来聆听对方的生命。当我能够有这样的一种学习跟操练的时候，我们就跟人之间的关系，人跟人之间的沟通就会更加的仔细，更加的完备，也能够建立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说，倾听是打开心灵的一把钥匙。可是呢，我们要怎么样来学习这个好的一个倾听呢？我们常常说，有效的倾听可以带来有效的谈话。然后呢，听得越多，就会接收的越多，接受的越多，就会了解的越深。所以有的一个学者，他就把这个用阶梯的这个英文字，然后呢每一个英文字这个所代表的，就有一个倾听的一个学习跟操练。他在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积极的学习倾听应该有的态度。那这个 L 所代表的意思说，当我们在倾听的时候呢，要注视说话的人。我们如果在别人跟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就眼睛看别的地方，我们会不会觉得这个有感受到被尊重？不会啊。所以他说 L 的意思，他在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在倾听的时候要注视说话的人。然后这个 A 所代表就是要提出相关的问题，意思说，请问你讲的意思是不是这样子呢？那第一个 D 所代表的是不要打岔别人的谈话。很多时候对方在讲的时候，我们听得不清楚、不完整的时候，我们都会很容易就下了判断。当牧师的常常也会这样子啊，会有跟我们讲事情的时候，我们可能已经觉得自己很有经验，然后呢，会有跟我们讲自己讲到一半的时候，我们就会很容易就会犯的一个错误，就是那请你不要讲，我知道你的意思是这样，请你这样做，这样子做，这样子做，这样子做。可是弟兄姐妹有时候会说，牧师你误会我的意思了，这个很糟糕，对不对？所以呢，不要打岔别人谈话，不要突然的改变话题。当对方在跟我们讲一件事情的时候，代表他非常的在意那件事情，那我们就不要跟他讲说，别人跟我们讲说，我跟你讲，我今天心情很不好，碰到一个很糟糕的事情，然后呢，我们觉得不想听，我说，告诉我明天要去露营烤肉然后就造成很大的一个困扰，对不对？那另外一个是要控制自己的情绪，可能我们在倾听的过程当中，我们很容易被对方所谈的谈话，我们会觉得说很无聊，或者是很没有意义。我记得有一个这个浸信会的一个传道人，他曾经在我服侍的教会聚会，然后有一天他告诉我说他要去这个有地方教邀请他去聚会了，然后我们就常常保持联络。有一次他就打电话给我，他说牧师，我跟你讲一件事情，我说请你请说。他说我碰到一个弟兄很不可理喻的，然后呢每次都来教会，他说传道我有事情要跟你讲。可是呢，他就跟我说，他这个弟兄来，每次谈的都是谈同样的一个问题。然后我说你后来怎么办？他说我就臭骂他一顿。我说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然后呢，他谈完这些话之后呢，他告诉我说他心里头好后悔，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回应这个弟兄。然后后来我们之间就有彼此的交通，那我们都有提到其实在倾听的过程当中。怎么样去学习控制自己的情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才不会误听漏听，然后呢没有听完整对方所要表达的意思。最后一个这个 R 所代表的是用言语、情绪表达或肢体给予适当的回应。我们在倾听的时候，如果别人都不给我们回应的话，我们觉得他到底有没有听懂我们的意思，对不对？有时候点点头，有时候一个微笑，好，那都可以让对方知道说，原来我们是
对方我们有听懂对方的意思，然后也让对方有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回应。那为什么有效的沟通非常的重要？因为有效的沟通是建立安全感的开始。我们看到我们说用心的倾听可以帮助我们安全感的建立。所以当我们能够在人跟人之间的沟通的过程当中，特别是在我们可以倾听，但是不去评断或纠正对方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到说彼此就会营造一个彼此了解的安全的环境。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知道有人允许我们自己有感觉，然后呢允许这个知道对方不会批评论断我们的感受，我们就会感觉到被爱好，然后我们才会怎样呢？我们才会有可能打开我们的心，然后才有可能真正的互动跟连结。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哇，倾听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最后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美国一个很有名的心理咨商专家赖瑞曼博士，他曾经提出了这个倾听的10戒。好，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倾听的时候呢，有10样事情不要做。第一个是呢，不要审判论断，不要随便说去做那个审判论断批评的这个回应。那第二个，他告诉我们说，不要穿凿附会，也就是说，不要在对方的言语上做任何的这个推演、扩大或加上自己主观的想法。第三个，他说不要自以为是，然后以为自己怎样这个很厉害或者说自以为这个了解对方的意思。那第四个，他说不要心猿意马，就说不要让注意力或思想到处乱跑。然后第5个，不要固步自封，也就是说不要把我们的心封闭起来，拒绝我们所不喜欢听的。可能他的价值一定跟我们不一样，就不想听。他说不要过度的期盼，也就是他说不要容许情绪控制理性或理性控制心灵。第7个，他说不要胡乱猜测，不要去为别人做注解。那第8个，他说不要预做定论，已经预先定下自己的定论，不要畏惧挑战，不怕别人的指正，也不应该惧怕改变或者是改进。那最后一个，他说不要求或逃避，也就是说不要过度的要求别人给我们说话的时间，或过度被动不开口说话。所以我们就看到说，他在谈到这10个倾听的10戒当中，可以帮助我们在人跟人倾听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的学习。然后最后要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的是，其实倾听就是爱当我们愿意把最宝贵的时间去听对方的感受想法，那就是一种爱。因为我们发现到现在人最不容易给的是什么？最不容易给的就是时间。所以我们看，我们愿意花时间去倾听，这就是一种爱。倾听是一把打开心灵的钥匙。我们常说倾听是打开人与人之间的任意门，倾听更是一种力量，一种智慧，然后需要更多的敏锐、意愿，加上耐心、耐性跟耐力，才可以成就的。所以愿主帮助我们，透过他自己的话语，成为我们人与人之间互动的过程当中，让倾听成为我们打开彼此心灵的那一把钥匙。那愿神透过他自己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我们要来唱一首诗歌来回应神，然后我们用我需要有主在我们生命中，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他自己的话语的提醒，让我们建造那看不见的，以致我们那看得见的就能够活出神他自己的荣美。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诗歌。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做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
够彰显你荣耀。求你放手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走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哦，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今天晚上在这一起敬拜我们的主。我们在今天晚上也要一同来领受主的圣餐，所以我们要请大家预备我们的心，一起来领受主的圣餐，更深来思想主耶稣他十字架上救赎的恩典。我们这个时候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还属于他的教会，按照教会的规定，就已经受洗、接受坚信礼、更称洗礼的弟兄姐妹，可以一起来领受主的圣餐。我们来听主对归向他的人所说恩典的话。主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着安息。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与你们同在。”我们也让我们再次来听主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说。我当时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所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要来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当喝的时候，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要来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他再来。”亲爱的姐妹，让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更深来思想、仰望那十字架上的主。让我们透过领受主的圣餐，一同更深来经历主他十字架上的爱。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要感谢你，谢谢你在这十字架上救赎的恩典。主啊，十字架那救赎的恩典是一个加法的记号，因为因着主你的救赎，你加添了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主啊，十字架也是一个减法的记号，
因为主你透过你的宝血来减去了我们的罪，十字架也是一个惩罚的记号，因为主你将那得救人天天加添在我们的当中。主啊，十字架也是一个处罚的记号，因为你将把我们从万人当中分别出来。主啊，谢谢你那无比长阔高深的爱，让我每次来到主你的面前的时候，都让我们能够透过仰望主你的十字架，注目在主耶稣你的身上。主啊，与主你同死，也与主你一同复活。主，在你的帮助当中，我们就不断的经历死和活的过程当中。主，谢谢你如此的爱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当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主耶稣拿饼祝谢，我们也奉他的名学习主的样式来感谢上帝。我们要再一次在主的面前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现在遵照你的命令摆设这宴席，为纪念你永远赎罪的祭。求你差遣圣灵将我们分别为圣，又分别这些摆在你面前的饼和葡萄汁为圣。让我们接受这些，借着信而分享你的身体和宝血，以你恩典的帮助，使我们在灵里得着培育，在恩典中得着成长，好让我们能够荣耀主你的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要来纪念我。”主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要来纪念我。”主耶稣他也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要来纪念我。”主对我们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要来纪念我。”我们请服侍的长老来帮助我们一起来领受。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要来纪念我。”主更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当喝的时候，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要来纪念我。”我们拿到之后，请我们可以把外面的包装先打开，方便我们等一下一同来领受。
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基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我们也当如此行，为的是要来纪念他。这杯是新约用基督的血所设立的，每当喝的时候，我们也当如此行，为的是要来纪念我们的主。我们一同来领受。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他再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与众弟兄姐妹同在。我们同心再一次在主的面前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爱，我们领受你的圣餐，成为培育灵魂真实的食物，也让我们明白你爱我们，保守我们。我们是你蒙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国度的后裔。亲爱的父上帝，我们谦卑在你的面前向你祈求，当我们再次将自己献上成为活祭，求你鉴察接纳我们，求你用你的慈爱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持续与你建立这圣洁的交通，从今以后更能荣耀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来唱这首诗歌。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做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哦，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可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们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也是一种感动，出于甘心乐意，也是一种行动，为主圣工所用。这个时候，我们要来奉献。我心切切渴慕你，主，我要紧紧跟随你。你恩典与慈爱永无止息，你心事直到永远。我望我的神，以你奇妙生命献上我的赞美。听起立，耶稣，主耶稣，就有我一生。耶稣，主耶稣，就有我一生。亲爱的上帝，感谢你再次聚集孩子们来到你的殿中，一起来敬拜你，一起领受圣餐，一起从牧师的信息当中，让我们明白如何快快的听，
慢慢的说，让我们了解一个有效的沟通是倾听，倾听还要比表达还重要。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有智慧的倾听者，能够去爱每个人。我们现在献上我们的金钱、时间以及才能，作为圣工所用。愿你悦纳。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我们持续来敬拜我们的主，邀请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拍手。向天敞开，向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向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向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天上地下后已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神就在这里，神就在这里，我听见你们的敬拜，我们欢迎你，让一切焦点转向你，神就在这里，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宝座前敬拜不停息，向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向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向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天上地下可以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再次信心来唱，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让一切焦点转向你，神就在这里，哈利路亚，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宝座前敬拜不停息，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让一切焦点转向你，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宝座前敬拜不停息，一起宣告，向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向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向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天上地下可以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赐福。愿是有盼望的上帝，因着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又借着圣灵的能力，使你们大有盼望。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体的感动与交通，与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大家请坐。好，
大家好，我是婕妤，这礼拜又是我消息报告。那我先请问一下，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啊？好，没关系，那跟你前后左右的人说，天气很冷，天气很冷，快说天气很冷。等一下一起来打扫，好，暖暖身体哈。好，接下来我们要感谢今天来到我们当中为我们讲道的牧师林伯寿牧师，宏恩教会的牧师，前来主持圣礼典，谢谢他。好，再来是3月24号礼拜天的9点半，在这边33号新堂召开2024年今年的临时和会。那当天只有一场礼拜哦。那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当天会举行第6任主任牧师的监选，所以呢，请所有会员一定要出席。如果你不能出席，一定要向小组长请假哦，在3月23号以前要请假。那如果你不知道你是不是会员，你可以看49号1楼的公布栏。好，再来是3月16号下礼拜六的早上9点到4点，一整天呢，在49号2楼有一个陈牧师的信徒讲座，那是有提供午餐的哦。如果还想要报名的，现在还可以报名。好，那3月17号的礼拜我们会举行清明追思礼拜。那如果想要写追思卡的，可以向干事室来洽询，到3月10号为止。今天几号啊？哦，9号，就是明天截止哦。再来是生日助学金，3月24号截止，所以请有学生身份的想要申请生日助学金的，要赶快到干事室，也是拿你们的申请表，然后附上你们的那个叫什么成绩单，对哦，有点远，久远。好，再来就是投影训练，在3月23号下礼拜跟下礼拜2个礼拜的早上，然后连续3个小时有供午餐，重点是费用是完全免费的哦！哇，掌声！如果你没有想要来当童工，你觉得有一点压力，如果你只是想学，你也欢迎来参加，好不好？好，那如果你要参加的话，请你先下载这个程式叫 Pro Presenter。好，欢迎找我报名哦，我们一起变得专业吧。好，再来是招待童工训练，也3月30号礼拜六的下午2点15到3点半，在601教室，有很专业、很用心的招待组的童工都一起来预备，那欢迎大家来参加。如果要报名，请洽询维恩跟怡芳，维恩跟怡芳在哪里？哦，欢迎找他们哦。好，再来就是青年牧区退休会啊，6月9号到10号在不是清明连假，那个端午连假那2天，然后我们要一起去苗栗南庄露营哦，会有很好玩的活动。那还没有报名的人要请赶快，因为我们需要去订那个露营的位置，哦，所以只要你是童工就可以参加。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3月9号的小组时间，我们要一起来大扫除，扫我们的那个牧师馆和8楼。然后重点是等一下有很好吃的宵夜哦，要打扫才有宵夜哦。好，我们突然就结束了。好，那我们先要找谁？好，我们现在先到49号。对，有宵夜，我刚刚有讲。好，我们现在先收我们东西，然后移动到49号1楼集合。好，然后如果刚刚有剩餐的垃圾呢，请丢到我们的门口旁边有垃圾桶，帮我们分类一下。好，那敬拜团可以来台前集合。